所以来关心台师大女子卡球队的相关的消息。这个教练周大英被控诉讲以靠学分的方式强迫学生配合研究爱抽血，经费更加变呢回收作为呢球队的公积金。代志风波到今晚呢发展到今晚也未煞。周大英呢骂学生这录音档呢被公开，不过这个案件依然有真侪疑点，包括7年前就开始有学生被抽血，不过呢连接到研究的计划却是为2023年开始，另外同类型的主研究内底其他单位嘛无承认讲有抽血项目。北检为了保全证据，昨已经到台师大等的所在查考保存中一寡建本甲计划资料，并且将周大英列为被告，可能要办伊侵占加强制罪罪嫌。你白老鼠，浪费你的时间，浪费你的时光。我们呢？我是剥削你们还是怎样？我真的是太好意了，要不然你大3、大1、大2的时候就应该要退学了。录音档内底提到硬扁扁台师大女卡球队教练周大兴抽血换学分的事件，互大家拢看一个着真惊。北检开始动作，要来调查。检调着手彻查，除了到台师大调取了研究的相关资料，要弄清楚钱的流向，疑似呢也查扣了学生的血液样本，要弄清楚血流去哪。你说这都是我们说好的，是我们同意的，请问我们同意了吗？去强迫配合抽血参加人体实验，包括为7年前到学生去抽血，不过台师大点名研究计划，说是2023年才开始，时间到未歹。那共一类型的主研究，包括中间病院、中央大学，拢跳出来背回讲无做侵入性实验，血到底抽去对，那拢无人讲详细。那如果我这学期都一起做实验跟练习，没有，我没了。OK， 小姐，你不要只想要你要的。我做实验的时候也很认真在做，很认真写你的 IG， 很认真发表你的感想，是吗？检调大动作列他立案调查，所落来除了去列为被告的教练周大兴，搁再加上证人身份的学生，拢可能去约谈。北检已经开始往向强制罪和侵占侦办，嘛有可能会搁涉嫌愈罪罪行。由于血液中含有人体独特的特征，如果对于所抽取的血液没有在研究专案中使用，可能还会有违反个资法及违反人体研究法的情形。本正应该做好运动人员的研究计划，学生所防强迫政策被鸟起，到底谁爱负责任？检调开始要来透底调查。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